市民心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陈碧泉，欢迎再次收看市民心声节目。针对着2020第10届立委选举呢，咱市民心声节目已经着受伤的邀请真侪位要来投入立委选战的咱台南市6个选区的候选人，到节目当中呢，来说明因的理念，还有因的政见。那么今仔日呢，咱邀请到这位非常的特别那么大家如果听到这个反南铁东移的想得上，没错，我们现在来欢迎这位陈志小教授。各位市民大家好。好，咱今仔日非常欢喜陈志小教授到咱节目当中呢来说明伊为什么要来参选的理念，还有伊对咱这个政治整个的看法。那么呢，对着陈志小教授，可能大家讲反南铁东移，大家拢会想到你，但是呢，除了这个以外可能大家会对你较深分一点嘛。所以呢，下面咱就透过呢，这个陈教授请学生家己甲制作的一支影片呢，互大家来认识伊。咱即摆来看这段 VCR。大家好，我是台南市第5选区无党籍立委参选人陈志小。台南给我丰富的文化滋养。小时候，我在太平进教会上主日学，并且是第1届台南市儿童合唱团的成员。长老教会焚而不毁的标志，给我极大的启发。国中时，我因缘际会接受武庙西社前辈诗人的教导，在此我学习设文虎、写对句、做古诗。这个特殊的文化经验加深我对台南的爱。孔庙是另一个我常常驻足的地方。君子慎独、成人取义的实践者，像是王阳明、文天祥，比孔夫子更令我着迷。我家在青年路火车轨道旁，附近的北门路，在我小时候是条书店街，这里是我藏书丰富的书房。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章回小说。在高中前，我疯狂地吸收了三岛由纪夫、托尔斯泰、鲁迅等小说家的作品。我的科学家生涯本来跟台南是2条平行线，但是南铁东一案让我看到乡亲如何被政客霸凌。我在抗争的过程中，了解台湾戒严的土地掠夺制度以及政客的虚伪残暴。我因此开始接触并协助全台各地被剥削的百姓。我广泛接触土地、环境、劳工、教育、文史等议题。我的家族原本长期是党外运动与民进党的支持者，但是在民进党跟新潮流的长期执政下，台南变得越来越不一样。为了土地开发与房地产炒作，台南到处都是腐烂土地征收与强制重划案，不必要的轨道捷运又将破坏古城景观，并再留子孙。现在焚化炉、毒炉渣骗台南，空污也使得台南的肺癌比例是全台最高。台南的低薪高房价是全台湾最严重的，因此把不少的年轻人逼走。我从事8年社会运动，但是政客越来越嚣张，问题越来越严重，台南就将一步一步毁在权贵的手上。这个急迫的焦虑逼得我参选。我没有政党、财团、权贵的支持，只能靠公民力量。希望各位市民协助我，让我进入立法院，终止权贵政治，拯救台南，改变台湾。好，那么陈教授呢，透过影片已经有先来自我介绍一番了哈。那来讲一下其实我们陈教授呢，他除了是反南铁东移自救会的会长以外还有一个会就是台湾土地正义行动联盟，你是担任理事长嘛？那这2个会伊到底为什么成立？也就是伫倒位，你甲大家说明一下好不好？反南铁的自救会那很清楚嘛，就是8年前老百姓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组了一个自救会来。希望说这个政策能够改变。对。那有关于台湾土地正义行动联盟呢，是因为反南铁东移我做了很多年了嘛，然后其实我们也有做出一些成果。虽然说行政程序一直都被政府强硬的弄警察通过，但是我们在整个对抗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是资讯论理。其实是做得很好的，然后才能够把这个案子拖延那么久嘛。那所以当然，这种土地掠夺的事情不是只有南铁东移案啊，全台湾到处都有，因为这是一个制度性以及政策以及政客利用这个制度来进行掠夺的一个事情嘛。
所以台湾到处都有这种案子，那很多老百姓就是我们家互相认识，然后就我就把我的经验算是一种革命输出啦，我就去跟大家分享，然后也训练其他的老百姓怎么样子去跟这个政府论理。那后来我们就一起成立了这个台湾土地正义行动联盟。好，所以做这人会感觉讲，你好好啊，一个教授哈，就去做这教授就好，为什么要投入立委选举？因为人家都说，你选立委哦，还是反正选什么都是一条政治的不归路。那你一定是说有经过一番挣扎，你才会投入立委选举。你投入立委选举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最主要就是要当选嘛。那为什么想要由社运人士变成一个政治人物？对，其实这个过程没有很久啦，大概是在4个多月以前。那我本来其实对于自己的人生规划其实很简单，我就是做一个发明家，一个科学家，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听说你发明还有得过80几项的专利。对啊，而且我还破了台湾的专利申请的记录，就是我曾经最近的有一个专利啊，我送件到核发明专利，不到2个月就拿到了，那个是全台湾最快的一个专利。而且你很多是国际专利，对不对？没有错，因为我的科学家的生涯，我最先的时候是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嘛，对，那是全世界最多诺贝尔奖的地方。对，没错，很厉害那我再回到刚才你问的那个问题啊，就是说，但是因为我8年前接触了这个南铁东一案，老实讲让我吓了一跳。就是去跟政府单位接触了之后，然后碰到这个土地掠夺的事情，然后看到原来说台湾根本不是一个什么民主的国家啦，就是有太多的阴暗的角落，这些政府是在欺负老百姓的。对。那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弄社运界的社运人士嘛，然后事实上我手上也在写一本书，那我本来是希望从思想面，然后从一些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去训练老百姓怎么跟政府对抗这个面向去改变社会。但是其实我这几年越来越有一种感受，就是说这个政府，特别是民进党政府，他根本就不怕社运人士跟他的抗争嘛。我觉得最近有一件事情是很好的证明，就是那个蔡赖配嘛。因为赖清德其实在社运界的名声够大的，他干过太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了。那蔡英文人要提名他，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证明啦。那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说，民进党政府他们不是很在意我们对他的批评。那社运人士，所谓社运界对民进党的批评也比对国民党的批评要事实上少很多嘛。那所以我渐渐去怀疑说，那我做这个社运这件事情，也许不是那么有效率。那特别是前瞻计划出来之后，我吓了一跳。我1年非常努力，我救了一个案子，但是他们1年可以生出10几20个案子出来。所以，我如果弄社运人士的角色继续去想要改变这个社会，很明显这个效率很差嘛。对。那我是一个工程师，其实我是非常非常讲究效率的。那再加上就是说，我觉得这几年在赖清德手上，以及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继续的这个方向，我觉得接下来有很多事情会对台南造成极大的破坏。那对我们的文史，对我们的环境，然后甚至就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在低薪高房价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我觉得我所爱的这个城市受到这样子的很严重的威胁，我老实讲，我产生一个很强烈的亡国感。那我亡国感就是逼得我必须要赶快出来做一些有效率的事情来改变这个社会，然后算是拯救台南啦。那第3个其实也算是被其他的社运人士逼出来的啦，就是说，我可以看得到，就是在平常的时候，这些社运人士，或者是所谓社运人士，他们可能会争辩政府，然后会批评一些政策，但是在选举之前，就很多人你就感受到他，好像归队了嘛。那这件事情其实是让我对于我而言是产生一个很大的刺激。我觉得，要改变社会我们要透过这些有权利的人。那当然，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自己变成有权利的人，想办法去改变他。另外一个就是希望有权利的人来改变。那你如何希望他来改变呢？
你可以改播，一概你改变，他不会改变，对不对？一定要你去甄别他，然后让他觉得他不改变，他会失去他的权利，这时候他才会改变嘛。所以改变社会最好的，对于社运人士最好的时间点是什么呢？是选举之前。但是到选举之前，他们反而没有这样子，这些所谓社运人士没有这样做，他们反而去俄勒去播，然后去认同这个政府。那所以我就直接就觉得说，他们根本就不想要改变这个社会嘛。那既然这些人不想要改变这个社会，那就由我来啊。那我就比较少的人嘛，那没有问题啊。那我就想要改变这个社会，那所以我必须要取得政治权利，所以我才来参选。所以当社运人士，毕竟这个力量有限，家己刀入去选举啊，进入国会还有法度去改变嘛。而且为什么得讲你刚刚讲到赖清德，好，赖清德子弟兵就是林俊宪嘛，所以你是故意挑在这个选区吗？当然，我觉得是拄好的啊，因为到不能多人去哭啊，我都吹口号哦。另外一点就是林俊宪国明显的嘛，就是赖清德的接班人嘛，老实讲，我感觉。赖清德前几年伫台南市是来做的代志，国际国害的。然后其实并不是那么多人去揭穿他嘛。对。那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啊，因为我研究他研究很久了，然后我也研究他做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让大家知道赖清德实际上面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那特别是其实我觉得，就算是黄伟哲，我们可以看得到赖清德的阴影还是很大的程度在那边嘛。现在黄伟哲要推了很多政策是从前赖清德留下来的嘛，像是捷运，还有那个很多的开发案都是如此嘛。那所以啊，那我当然既然要挑出来，那就是要挑一个大的嘛。那林俊宪就是很好的一个标的啊。所以刚好阿伯前后靠，然后就刚好就是挑战到林俊宪然后好，那教授，我们知道说你其实呢从事这社运工作背当过来结果你有揭发一些嘛，包括就是说南铁的啦，还有这个有毒的焚化炉的底渣啊，还有你就说那个什么跟那个勾结之类的，这个旗舰户各把你割呢，是啊，对不对？那你觉得这些的不公不义到底是问题在哪边？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观众说明一下？做这人其实有听过，但是无啥清楚。其实这更大的原因就是讲按今仔的选举制度啦。你即马伫台南市内底细看卖，一大堆扛棒嘛，对吧？因为我甲你之前我无选举，我唔知影讲这大概开偌济钱。好我看到遐个林俊宪的扛棒，我就差不多算一下，我感觉伊至少这届啦应该有开1亿啦。1亿？我就想看。你个想看卖，伊薪水较偌济对无？近4年的薪水较偌济，想伊要开1亿去选一个记，这个是敢是咧做公益？有人赞助啊？对啊，按人来赞助嘛。为什么要赞助？大个人拢遐好心拢遐爱台湾来赞助伊吗？唔是嘛？老实讲，我最近咧募款，我拄着国侪人，我了解啊。其实国侪赞助人，因的心态就是投资啦。就是讲你这个人会调，我投资你，看定你我会当，你嘛帮助我帮助你嘛，对。所以这个是更大的问题，就是讲你想看嘛，这个投资者因投遐侪钱，伫这种选举内底，你一定你想要拿什么东西回来？其实这已经证明了嘛，我们可以看到全台湾的政治人物。就是民意代表啦，有人做研究，有人统计这不是我乱讲的哈。政大有一个论文，他们在谈台湾的民意代表，70%他们的本业或者是他们的算是他们的亲属，也许是太太儿子，的经营的事业是跟土地开发有关系啊。不是土地开发业，办建商，办就是处理那个土石的卖土的，办就是那个相关的包工程的，所以老实讲，因趁钱介紧的方法个，真正就是对土地啦。你改一个地目诶，马上几亿啊嘛，市政府甲这一个所在的地，公有地，佫小小袂互伊，比如讲富力建设去甲赖清德买南铁安置宅，啥物代志拢免做，趁9亿啊，因为伊的成本个比迄个市价不到它的1/3嘛，所以老实讲，他们政治人物交往，啥物该好谈？创土地该好谈。所以土地是台湾非常的问题，非常大的问题嘛。看你的问题就是讲，
哦，想话因遮的人，要伊想话来想话会做遐侪歹代志嘛，对吧？吼、啊，所以我有看到讲，而且台南是愈发严重，看到讲按台南因为这土地开发已经有够侪代志已经改变啦嘛，吼，厝价前几年起啊实在是惊死人嘛，对吧？台南的购物痛苦指数，即马敢比台北市跟新北市较低尔，吼，按比日本的东京较悬呢，想看卖，吼，安尼薪水还阁是六都内底最后第2名，所以这各侪原因拢是对土地这件代志来的，你讲因啥会发生遐侪问题？因为这个是因的谋生之道嘛，像政治人物，因个是因想要做政治人物，老实讲，可是。整个升官发财嘛，升官发财的方法就是搞土地游戏嘛。那我是研究这个土地游戏的社会运动者，那当然我就是要出来跟他们对抗啊。对对对，所以你之前其实你有讲过说，民进党就是新党国，然后跟这个新潮流是有密切的关系。然后刚才你又讲到林俊宪啊，又跟那个建设公司之类的这个什么权贵的土地等等这些话，其实我们讲这些话要负责的哦。那你指控的依据是什么？因为我有调伊的公文嘛，你要跟政府对抗，其实介好的方法就是你去调伊的公文。调公文当然无遐简单调啦我前几年是学过一个去查到敏感的公文的方法。调公文调出来了，我有去研究嘛，研究了后，因为你调过一个公文。老实讲啦，因要讲白菜吼，讲一界够简单的啦。要讲一大堆白菜话，搁要甲伊兜起来，变做一个看起来圆谎，这个非常困难了嘛。所以我做的方法就是我去看过一个公文，然后我去研究他这些案子，然后我都有写很多文章啊。所以那个观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风传媒去查我的文章还蛮多的，里面就是有写到，就是说，对，所以你其实就是认为说，你会这样讲说，你咧插头的，这你拢是有依据的，拢去调公文的对啊。你看我讲到迄个市政府甲过这件代志，这嘛够趣味的啊，因为迄个是我走去林义峰的传送部，林义峰的边啊拢是土地开发商嘛，因为本身就是建商嘛，伊遐的土地开发商个。因为无食到偌清德的好处啦，伊知影讲偌清德边有另外一批建商有吃到好处，他们就把赖清德如何图利赖清德的建商们的一些事情就讲给我听，就告诉你了。对啊，因为他们觉得我可以写文章来揭发这件事情嘛，那当然我拿到这些资料之后，我也去做一些研究，那的确也是如此，那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市政府咧告我，因为这件代志有够趣味的，所以我给开寡时间。我互人告了全台湾的社运人士拢要甲我恭喜，因为呢，我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个因为写文章去互政府告加重诽谤罪的人。政府告老百姓加重诽谤罪，这种代志，甲倒位有呢？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有定一个法律叫做诽谤政府罪，所以今仔台南市政府就是用中国大陆迄款的法律，伫台湾来甲告。毋过趣味的是，因为伊甲告无经过检察官，伊直接甲我告啊，所以迄法律上面举证责任是在他身上。所以我伫法庭上面我个甲法官讲伊今仔告我诽谤有几个前提嘛？第一件就是我讲的代志毋是真的，对吧？我讲因内底有官商勾结啥物物件，无够简单啊！你甲遐个案，你拜托迄个市政府调遐公文来互我看，来检视讲迄几个案，敢真正无官商勾结，市政府的律师听到这个惊到要死啊！所以伫法庭顶面市政府比我较像被告，你敢知？佫趣味的这件代志，老实讲，照道理应该差不多1个月，顶多2个月就会开一次庭嘛。自从我参选了后，法院更唔敢开庭啊。所以你讲台湾的司法讲真正遐公正，我相信大家人心内拢有一把尺嘛。
好，所以呢，咱即摆陈志小教授呢，已经正式登记参选，啊，第一去登记一天吼，他还在外面开记者会，然后在记者会当中呢，演了一出行动剧，咱即摆就请观众朋友来看麦。我嘛是要来登记参选的，今仔日应该是开记者会啊。我知影，吼啊。你爱好我变我的证件啊！好啦，我人是要发大财，我发大财就是爱铁基隆的董仪啊！反蓝铁董仪自救会会长陈志孝以无党籍身份参选台南市第5选区立委，20日来到台南市选委会登记。伫登记进前，信用行动局敲洗蓝铁董仪，其实拢是为了插足土地原因。全世界的捷运刚开始盖的时候都是放射性的，只有台湾的捷运是一个环状，然后再一横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其实那个环状中华东西南北路，现在谁会去那个地方做工程啊？不会的。我问过好，我这2个多月，我问到老百碰到老百姓，我常常在问他们这个问题。没有人会去中华东西南北路做工程，那个地方也没有太多住户，那为什么要盖一条捷运呢？面对台湾目前加薪以及高房价、高物价问题，陈志孝嘛提出伊的解决方案。最重要就是我们必须要从打房价开始，也就是说要重重去课征这个空税跟那个空地的税，囤地税跟囤屋税。然后把房价打下来，然后这些余屋释出来。那我的建议是我们现在需要社会住宅，对不对？那社会住宅就应该先用这些空屋把它消化掉，先不要那么急着盖，因为从前合一住宅我们大家有痛苦的经验。陈志孝表示，其他立委参选人伫选举期间开了真侪宣传费用，质疑当选了后，敢有法度公正的监督政府？建议应该要将资讯公开，让老百姓嘛会当监督市政。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好，咱有看到这个部分的行动剧啦吼。教授，最近你拢派出迄个西瓜侠吼，喊你做伙处理迄个咧做竞选活动诶。为什么有西瓜侠这个角色的诞生呢？今仔就要破梗啊！老实讲，无唔对，来西瓜侠是我创造的一个虚拟的人物啦哈。我想要创这个来自呢，因为过去我写过一个文章，老实讲，那个散播率有限。我觉得我提出的议题都是跟台南每一个市民相关的，是安尼税金，你好像安尼黑白创，是安尼土地，安尼人权，会好像糟蹋，而且是安尼城市，安尼好像破坏，所以我老实讲，我很担忧啦。我一直都想说，我要弄什么方法来做一个更好的一个传播。然后后来我就想要说，那也许应该弄影片的方式，而且应该弄一个大家会有兴趣的方式，所以我创造这个人物嘛，那西瓜侠代表其实就是那个虚拟的民进党的那种个性的一个人物，那。你讲派西瓜出来算买掉？是啊，这部我也不是我讲的，这个林非凡讲的。所以用这个。对所以观众朋友呢嘛，欢迎讲搞我 FB 我们会陆陆续续推出西瓜侠跟我的政论节目，那就会非常非常精彩的。对耶，所以教授，今麦你也讲吼，迄文章写甲乐长，足少人有时间一日一日甲你看，但是你也播一个影片，然后你又创造出一个大家觉得有趣的这个西瓜侠这样的一个人，他就会想说他跟你在做什么，然后透过这样子，其实你讲的东西，人家很容易就可以了解，对不对？咱今麦讲到家啊，就是讲好，那我们开始来讲你的选情哦，你这个对手有这个原本的现任的立委，民进党的林俊宪嘛，然后国民党也派出连任7届市议员的蔡淑慧，好，然后还有这个安定力量的李伯利，好，他上礼拜有来让我们采访，好，然后另外呢，就是说，现在五彩集团之前呢，有来选过我们台南市长的 Crazy Friday 的我们的林玉峰总裁，他也投入了，所以立即酷告老累了，而且个个都具有知名度，对，那你怎么看你的选情？你觉得对手怎么样？老实讲啊，其他人我是不怎么在意啦，我嘛。对手就是林俊宪，就是林俊宪。我的目标就是林俊宪，我就是要把他取代，就是要拉下他。那其他的人，老实讲，我觉得
不大能够取代他啦，不大能够取代林俊宪啦哈。因为其实我觉得其他的候选人哈，李伯利我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哈，对，那黑道牧师，对，牧师，牧师，而且他就最主要是在反同这件事情。然后我不是说反同没有选票哦，对，但是毕竟他的议题比较局限性。对，好，那最主要就是 Crazy Friday 跟那个蔡淑慧嘛，哈，我觉得他们的人格特质，老实讲，就是说他们当然不像林俊宪干了那么多坏事吧，OK， 那但是我觉得人格特就商品上面没有太大的不一样啦，只不过一个是国民党的，一个是无党籍的，然后一个林俊宪是民进党的。那其实我觉得我这个候选人的商品是有特殊性的，好，我点出台湾的问题，台南的问题，那特别是现在台南的执政者他们干了乱七八糟的事情，那林俊宪其实就是台南执政者的算是一个代表吧，好，那当然就是你要选一个立法委员，你到底是要选跟那个当权者好来好去的人，还是你要去选一个真正能够监督他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从产品的区隔上面是很清楚的，应该没有比我更好的人选的了。所以只有主席的啦。贵雄。对，但是就是说，其实咱吼会刚跨出来讲，从之前到现在，那其实台南民进党这个票还是都会选得蛮不错的。尤其哈，今嘛这个赖清德哦，前行政院长，他现在又是民进党的副总统的候选人，那他一定会他的子弟兵在这里选，他一定来第5选区，一定会好好的替来站台啊、造势啊。那你觉得这样子，他是不是也会吸引很多选票？我欢迎赖清德直接来甲林俊宪走算嘛，对吧？我嘛讲希望讲赖清德拢咧替林俊宪走算，我今仔我这个候选人其实拢是针对台南的新潮流，各是赖清德看伊的党羽在干的乱七八糟的事情，也请林俊宪来回应一下嘛，对不对？我讲了那么多弊案，那也请林俊宪说明一下，为什么他对这些弊案都视而不见，甚至纵容，甚至在立法院上面。他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他也还投一些赞成票。好，那如果林俊宪不来回应，那赖清德要帮他辅选，赖清德直接跟我回应，我也非常高兴啊。好，我希望看到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你反而希望说，他来辅选，然后可以针对你的疑问，然后他们是不是自己来答辩一下嘛？解释说明一下就对了。是啊。好，那你要进军这个立法院哦，你除了讲就是主要要把林俊宪诱来以外，你自己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具体的政见？有啊。其实哈，我感觉老实讲，台湾我的政见就是要解决台湾的问题嘛。好，那台湾的问题，我觉得最主要是什么呢？其实大家都感受到，就低薪高房价。那其实所有问题的根源，包含环境的议题、劳工的议题，甚至教育。好。我觉得很多事情的根源其实就是在权贵的土地炒作，基本上这个是政客利用国家资源去帮土地开发商炒作土地，这个是我有研究过。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台湾起码在生这土地游戏哈，已经比起做企业更好赚钱，缴的税个比咱普通人少，对吧？你想看吗？安尼有钱人，还是有办法的人，他会拿钱去投资这些。什么技术啊，或者是新的产业嘛，绝对不会嘛。土地较好赚，有炒地皮较好赚，当然就是他们种地林务较好搞袂然后去生这土地游戏，这是盖好赚的啊。所以这造成一个现象，就是台湾的游资其实非常多，然后被大量的吸收去进行土地游戏，就是炒作房地产这件事情。这对台湾的未来是不好，因为它就会让我们产业没升级嘛。产业没升级，我们的薪水平均的薪水就没有办法提高，然后我们又只能依赖这些旧的产业，那旧的产业当然就污染就会比较多。所以这个政府为了把我们的所谓的经济开发那个 GDP 撑在某一个小小的程度的那个状况，他们又会去放任让这些人去污染我们的土地，或者是进行更大规模的。就是环境的破坏。那同时也因为我刚才提到选举制度，他们又去帮助这些人去掠夺了更多的土地，不只是老百姓的土地，还有国有土地也是如此嘛。所以其实土地游戏是一个台湾非常很多的问题的根源啊。甚至你说教育有没有关系？有啊，像很多私校他们关掉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那个新来的校董他不想要经营，他想要拿那个私校的那个土地。
的权利，然后去进行其他的利用啊。那甚至工厂我也碰到我曾经去帮助一个案子，他们是恶意就是关厂的。那老板老实讲，他的那个工厂本身是赚钱的，他企业是赚钱的，他想要逃给想被关那么快的把工厂关掉，因为他觉得把他工厂的土地沙去插地皮。去换厝较好谈啊，所以干脆把伊的工厂关掉啊。所以台湾更大的问题就是这土地问题。好，那我的政策就是有几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就是我要进入立法院去修改这些土地相关的一些法令，包含就是说，因为现在的整个行政程序都是政府官网给你公共的嘛哈，所以更重要的是你按老百姓应该你这个行政程序来的有跟政府平等讲道理的机会。老实讲，很多高手在民间啊，老百姓花时间去研究它了之后，我们就会讲出一番道理，然后政府单位才不敢乱做嘛。因为我们本来的行政权是要受立法权监督的，对不对？但是老实说，我们一般的立法委员根本就是包庇他们的嘛。那我一个人进去，我当然会努力监督，但是我觉得更好的方法是，我们应该要创造一个法治的一个环境，让一般人也可以去监督政府。所以这个行政里面有个很重要，就是行政听证法，我希望能够去推动它。第二个呢，也一样，就是说让老百姓比较有能力去跟政府对抗，去监督政府的很重要一个东西，就是政府资讯公开法啊。我们的政府资讯公开法，你如果去调它出来，你真的去操作过，你会觉得那真的是一个很烂的一个东西啊！我自己就这样试过。那也就是说，我们政府资讯公开法有太多的写得不清不楚的东西在那个地方。那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应该要把它定得好一点，让一般的老百姓也可以取得政府的资讯。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戳破他们的谎言，他们就不敢随便乱来乱做了嘛，哈。那第三个就是，我是觉得一个城市的发展，我们不能说我们4年选一次举，然后所有权利都交给他们嘛，对不对？特别是城市的发展，这个都市计划一方面牵扯到这些土地如何，可以图利财团，然后同时它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嘛，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都市计划不应该是黑箱作业，只有这些权贵。只有他们的什么都计委员，很好笑。台南的都计委员有好多都是土地开发商，所以是土地开发商来决定这个城市的未来走向啊，这是错的。所以我觉得都市计划应该在当初在拟定的过程里面就资讯公开，然后老百姓去参与这个里面的规划，因为只有我们当地人才知道我们要过怎么样生活嘛。你怎么能够去让一个什么万里来的一个市长来决定我们台南人要怎么样过生活呢？这是错的嘛。所以我也会希望说能够修改这个都市计划法。那当然除此之外还有环保土地那个国土计划法，我觉得也有一些东西是要修改的。不过这讲起来就是太复杂了啦。我觉得我的原则就是这样，我们台湾要怎么样子更好呢？我们要靠人才是台湾最主要的资源。我们要靠人，要靠人才。那你如何让人才愿意在台湾发展？你要有一个高薪、低房价的环境。除此之外，你要让他有一个好的生活品质，那就包含我们的环境的这个保护然后那个我们要有绿地，要有比较容易停车的一种生活方式嘛。而且我觉得对于台南非常重要的，我们台南最自豪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文史资产啊。所以台南要变成一个有特色的城市，我们就应该要充分发挥我们的文史资产，去吸引人才到台南来，那个落地生根，在这个地方发展他们的生涯。这个样子，我们台南就有机会变成台湾最能够吸引人才的地方。那最能够吸引人才，我们就能够开发出最新的产业嘛。我觉得这是基本逻辑是这个样子啦。对，那刚才教授有讲到，大家都希望说，我们是薪水很高，房价很低嘛。但是现实面就是讲薪水低。有的今嘛你看少年人拢赚那个2万几块，是比他成家立业，然后房价又那么高，房子都买不起。那其实这些事都跟土地炒作有关。我是有解方的哦。老实讲，我刚第一步，应该那个就是拉高那个囤地囤房税，把这个房价给它打下来。那其实很多。那个土地跟房子现在是在台湾少数人的手上嘛。那当然我们课征了重税之后，他就必须要把它放到市场上面去。那这时候房价就会跌。
那房价就会跌的时候呢，政府还可以做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弄比较低的价格去取得这些房子，然后让它变成社会住宅，同时也解决了年轻人的住屋的问题。那这时候房价跌下来，对不对？然后土地开发就是炒作房地产又没有那么大的获利，那很自然，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游资就不会被局限在那个土地开发上面，他们就要去找别的标的嘛。那这个时候国家要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忘记我们国家事实上是有主权基金的，就是国发基金。只不过我们从前国发基金用在哪里呢？用在国发基金本来应该是投资未来产业的，新创产业的。但是台湾的国发基金不是这个样子啊，台湾国发基金是用在投资裙带产业，谁取得权利之后，他们就去投资那个裙带产业啊，比如说什么生技公司，你大概知道吧？哈 ，OK， 然后呢，不然的话就是拿去投资再去救那些快死掉的产业，所以台湾把国家投资在未来的钱，反而拿去投资在，甚至不是投资，拿去丢在过去的那一些企业里面，所以这是整个方向是错误的嘛。所以我们应该定法律，让国发基金它必须要去投资在未来的产业，而且也不是说我们什么，比如说 AI 现在很夯，对不对？不是说哪一个产业夯，我们投资哪个产业，这是错的概念。事实上是，应该是说像是德国，他们有很多精密工业或者是一些小公司。事实上，你觉得他们做的事情好像是属于比如说纺织业这种传统产业，但事实上他们是所谓的利基企业。他们有利基技术，那个是全世界没有人有，只有他们有的。所以台湾的投资应该去投，除了那个未来的产业之后，我们应该去投资在利基企业。不好意思，这个东西我是很熟啦，对你很专业啊。我是电机博士，好吗？是。那我从干这种事情，做新创，我做还蛮长的时间的。那还要把台湾的这个国发基金，我们应该要让他们投资在所谓的种子期跟新创期。因为老实讲，台湾人很投机啦，我们都看说你的探钱我来对，什么电行的拢对咧对吧？这就失去了创投新创的这个主权基金的功能，所以我们应该要让台湾的主权基金投资在那些新创的、特殊的，然后这个种子期的这些公司，其实这对年轻人也是好的，因为这些谁会去发起这些公司呢？都是年轻人嘛，不是拥有政治权利的人或拥有特殊关系的人，是真正有真才实学、有头脑、有创意的年轻人。台湾应该投资在有创意的年轻人身上，不应该投资在那一些有权力的老人身上嘛。这个样子，我们渐渐就能够把整个国家的方向导正到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发展嘛。那事实上这不是我发明的啊，其他全世界那些文明国家都是如此做啊。日本他们也是这样做，对不对？才让他们产业一直可以升级嘛。德国也是这个样子啊，美国也是这样做啊。你去看全世界那一些文明国家，人家都是这样做。那台湾，特别是以色列这样做得非常非常好。新加坡也做得很好啊。那为什么我们台湾做不到？就是因为我们的政治权力被一些烂人在那边把持，把我们的税金、把国家的资源全部都丢在过去的那个粪坑里面了。所以就是教授，你得感觉讲，反正咱即马有一寡法其实伊的方向是唔对的，所以影响到咱国家的发展，则是讲这个低薪、高房价等等土地炒作等等这些问题。好，那这些问题就是说，其实您个人的力量，我觉得是可能也是不够的。那你有没有思考过说，如果你加入政党或者是怎样，会不会有更大的力量？像这个部分的话，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老实讲啊，自从我还没有参选的时候，就很多人找我去加入他们政党。是。然后还有人要找我去当他们的不分区啦。那后来我去参选之后，更多人来找我加入他们政党。那我全部都拒绝。都拒绝。那我拒绝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我是土地正义行动联盟的理事长嘛，那我们这个组织在台北，我们是对抗柯文哲，因为他搞那个社子岛的浮兰征收嘛，那现在在台中，我们是对抗国民党嘛，因为那边有很多重划案嘛，对，然后在台南我们是对抗民进党嘛，所以老实讲，我们在全台湾是不分党派的对抗的。对，老实讲，台湾呢，现在政党基本上面你都可以区分出来，它到底是小绿还是小蓝嘛。那我如果
土盟的理事长去加入了某一个政党，那就会让我们这个组织就是比较失去这个所谓超越党派的人，这个正当性嘛，哈。对。那所以这个第一个我不能这样子做。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这次下了那么大的决心，我从科学家变成社运者，要去从政。对。啊，我不是只有会参选这一次而已啦，哈，我这一次要当选。然后我这次当选了之后，我下一次一样还会自己出来参选。我这人个性就这样，我决定要做这件事情，我一定把它做到非常非常好，极致彻底，然后一路走下去，这就是我的个性。所以这只是我的从政的起头而已啊。那我从政的起头，而且我这个人对于道德啊、政治这种事情，你知道这样，我有一点洁癖啦。我不想要。弄脏了自己。那我现在去看台湾现有的这些政党，老实讲，我对于他们，不敢说每一个我都很讨厌，但是我对于他们都不是那么完全的信任。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知道吧？我必须要我完全信任他们，我才能够跟他们同样一个党嘛。对，因为他们的价值必须要跟我的价值观又不一样。是啊。那还有里面的人啊，所以这个东西，我要非常确认了之后，我才会去参加一个政党。那很可惜，现在没有嘛。目前都没有，连新创的那些党也没有跟你理念符合的。不好意思，就是那个所谓理念，每个人都会讲啦。对。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作为市民，包含我自己，我去看政治人物或政党，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理解，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有听他们怎么讲，对不对？我们要看他们怎么做嘛。那新创的政党，我们怎么去判断？就看他们里面的人从前做了什么事情。是。这样子你还是有一定的资讯的基础去判断说这个政党到底是怎么样子嘛。那所以在我这样判断了之后，我觉得我现在还不是那么放心，把自己交给他们了。对对，所以就是目前就是还没有加入任何政党的这个意愿就对了。好，那教授，您刚自己讲了，从科学家到社运者，然后未来你说你会一路走下去当政治人物，对不对？就是要选到底了，第二要继续选，一直选。对啊。来，你今麦你要选哦，当然咱选民讲出来凊彩有白讲徛的动算。你现在选战的策略是怎样？老实讲，我就是因为财团没甲我投资嘛吼，所以我嘛无民转嘛无亏钱啊。我甲一张宣传单尔。你敢有扛棒？我扛棒。尽量你会调起你，会调起你哈。我的做法就是，老实讲，我觉得以我的经验啊，我现在当然也会去参加一些那个扫街拜票的活动，我都有菜市场，对，然后那个庙的平安宴，如果不用交钱的话，然后还有一些学校的一些，比如说家长会长的交接啊，这个我都会去参加，那我就会抓住还有十字路口的演讲，那这些东西是不需要花费的，那我就会充分就是抓住每次跟市民接触的机会。那我不只是发宣传单而已，我都是会讲一段话，让他们知道我的理念，然后希望他们能够接受这个理念，然后能够帮助我来改变这个社会嘛，那我觉得我这样操作2个月之后。我觉得效果还蛮不错的。从我的手上，我发出去了6万多张宣传单。是，所以，而且我觉得我接触到的，对，那当然有时候会有另外2个朋友，就是他们来客串来帮我发一下，在路口的时候。是。那但是呢，我觉得我接触了10个人里面，老实讲，会有5个人非常热烈支持我了。这个其实有点超乎我当初的想象。我本来以为赖清德这8年他们洗脑，对老百姓洗脑，对市民洗脑还蛮严重的。我发现没有啦，我发现没有。我觉得其实很多人甚至知道我是南铁东一案的组织者，他们说厉害，就说我是斗士啊，很多之类那这个其实是蛮给我很大的鼓励的。那个，所以我接触的老百姓，我觉得我会当选啊！只要让我能够接触每一个我这个选区里面的市民，我就会当选嘛。但是很明显，我现在没有这种机会，那但是我还是尽量去以这种方式去跟市民接触。那除此之外，就是也有人就跟我讲说我可想要投给你的不过我感觉我惊你袂当选啊，因为伊的原因就是讲，不是我这个人无好伊的原因就是讲你看别人
对不？林总嘿一大堆扛棒，蔡淑慧一大堆扛棒，李伯利嘛一堆扛棒，哦，啊，迄阵是无林义峰啦，吼，对啊，你个拢你半片扛棒拢无，啊，你真安尼选啊，计安尼选，啊，老实讲，我真正要甲大家讲歹势，我就是无财团甲投资嘛，财团然后如果财团有投资我的话，我当然会到处都是扛棒啊。那我做的方法就是我去跟公民，我去跟市民募款。所以我在 FB 上面，其实我不是很常去募款啊，不过我最近写了2个募款文，我觉得效果还不错，就是从公民手上，就是他们直接的汇款到我的账户里面去，所以我最近的资源的确是比从前好蛮多的，好，所以我最近就会有一些扛棒挂出来了哈。那我的想法就是，我也不可能为了这种选举去倾家荡产，因为我不是各位市民，我不是出来找一个头路的，我本来有够好的头路啊！我出来就是我要改变这个社会，就是安尼。好，所以我无可能去什么那个去跟那个什么黑道啊借钱啊，或者去跟建商去拿那种乱七八糟的那种钱，我不可能这样干。我要这样干，我就干脆不要选了。所以我的资源真的还很有限，但是我就用有限的资源。然后弄比较有创意的方法来打这个战争嘛，所以我有西瓜侠一个人可能可以抵上500万吧。哇，所以你的扛棒哦，不是财团赞助，是咱的公民力量给你你募款哦，他们给你打一刀租哎。是啊，哇，积少成多嘛。对。啊，老实讲，这扛我一个哲学思想是有关系啦哈。因为我研究墨家已经研究差不多准备3年啊。墨子的那个墨家啦，是啊，因为墨子是一个科学家嘛，我也是科学家，老实讲，伊的道理够简单的，就是讲，怎样去改变这个世界，弱者如何去改变这个世界，一般人庶民如何去改变这个世界。他的观点就是，我们庶民只要头脑够清楚，我们看这个社会分析的够清楚，我们就可以找得到如何改变这个社会的最关键的方法，就好像。那杠杆原理里面，你如果可以找到一个适当的支点的话，你再小的力量，你都可以把整个世界给它翻掉嘛。那其实我觉得我的长处就是我应该算是头脑还蛮不错的哈。看事情看得很透彻，分析事情分析得很好。所以我的确有看到，就是说我们台湾的问题，那我觉得我有找到可以改变它的方法，所以我就会弄很少的资源、很小的力量，但是我会找到非常正确的一些点，然后来改变这个社会嘛。对，其实我们从这个高学历的学历，咱怎样讲？你不简单啊，个塔卡比狗哇，这么棒的学校，然后又去那个培养诺贝尔的哦，这些人才的地方啊，真的是咱力讨卡做贺。但是就是说，哇，我们也是常常看到说，包括反染铁啦，然后各处在抗争，一定会出现。其实这个真的是蛮累的一个工作，那你会不会觉得累啊？老实讲，我这心态无啥，我8年来心态。转变过侪8年呢，8年来嘿，刚开始的时阵吼，我是处理这代志当然很悲愤嘛，而且就是常常很难过，就是说想我这社会遐烂，像政府会当欺负老百姓，搞这个程度，这政客像会当讲白贼讲安尼，那个脸不红气不喘。一开始是很悲愤，然后呢，其实这种悲愤的心态应该是大部分抗争者会有的心态，有的人这种悲愤的心态就会维持到很长时间，而且会越来越严重。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很多被政府欺负的人，后来他们就自杀嘛。对啊，因为很难调试。对，那我不一样，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对自己有一定的自信心呐。那我当然知道对抗政府是一件超级困难的事情。对啊。但是我就回想说，我小时候。我这个人个性就是超级喜欢去处理那很困难的事情。我在当科学家的时候，我解决的问题都是我解决很多那种人家几十年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我用发明的方法我去解决它。所以解决困难的问题，这本来就是我长项，而且我也没有在害怕的。那你想想看，8年前赖清德是神那时候民进党是多么神圣的一个政党啊，对不对？那时候我就敢去揭穿他们的谎言。那现在我去参选，没有错，我没有钱啊，人家有1亿，我只有
这几十万，没有什么几百万，我真希望我有几百万啊。OK， 我有啦，我募到几十万了哈。那这个是完全不对等的一个竞争嘛哈。那当然我这个看起来很困难，但是我觉得跟我从前做的事情比较起来，没有比较困难了。所以我是有信心去克服它。那因为我有信心，但是这时候我们心里就要调试嘛。对。那后来我是看开了，就是说有人就会想啊，你对公政府那么多年，他行政程序还不是一直给你过，对不对？对啊。好，后来老实讲，我从庄子那边学到非常多东西。学到什么来？好，庄子里面应该是我忘记哪一篇了哈。OK， 印帝王嘛，划一本 OK， 里面有讲到一段话叫做，那个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智人就是说，你知道吧？最超越的人，是没有自己的，没有自己。OK， 好，他做事情不是为了自己。OK， 这件事情对我而言很简单。好，因为我有自信，所以我知道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大家，我也心甘情愿，所以这个没有什么。然后神人无功，这个是最困难，等一下我们再讲。然后圣人无名，就是名是名誉的名，名誉的名。那老实讲，这对我而言也很简单，因为我自信心很高啊，所以我不怕人家来诋毁我的名誉，因为我很清楚，我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是 OK， 所以赖清德他们那种政府啊，利用媒体啊，哈，一天到晚抹黑我没有在怕的啦，哈，因为伤不了我。OK， 我觉得最困难的是那个神人无功。为什么最困难？因为他是求功，就是成效嘛。那你当然希望说你做的事情能够真正去改变这个社会。是。好，后来我就想通了，因为这个功字，事实上它是 by definition 就是靠定义。事实上这件事情是赖清德点醒我了。我想讲一个小故事。我真的要非常感谢赖清德，他改变了我的人生，然后让我能够人生如此的精彩。大概3、4年前，赖清德跟陈美玲还有找了一个小官员，就提了一堆礼物。端午节的一个周末到我家来拜访我妈，他们不知道我在家。那你知道我妈年纪很大了嘛？我妈今年已经89岁了。89了。我爸爸92了。然后他们来拜访我爸妈。我爸已经被他们折磨到已经失智了哈。OK， 这是另外一段故事。那来拜访我妈妈，其实就是传递一个讯息，希望我们家不要再带头抗争了。好，然后他们想说老人他喝恭维啊，妈妈拢会顾囝嘛。好，所以因管我讲我妈妈讲，迄阵我都好对楼顶落来，我伫现场，伊个话讲啊一半，我来讲我了安尼吼。伊个意思会讲，陈妈妈。你看迄大埔啦，苗栗大埔案吼，人死厝拆，恁兜敢要安尼啦？台湾抗争是无可能成功的啦。你甲恁讲，直接安尼讲啦，这句话我当负责哦，而且之前我讲出来，媒体有去问台南市政府，台南市政府承认讲因无毋对，偌钱的迄阵讲这句话，毋过台南市政府解说讲，偌钱的讲这句话是善意啦。看大家人感觉这句话是善意还是恶意嘛？然后我当场我甲赖清德讲，敢会成功？因为伊强调讲，伫台湾做社会运动是无可能成功的嘛。所以你看大埔人死厝拆，恁兜敢要安尼嘛？我就甲伊讲，成功无成功，这毋是你咧讲的吼。你感觉的成功，可能是讲阮遮的人甲遮的厝保护掉嘛吼。我讲甲赖军讲，这毋是我定义的成功。我讲我定义的成功，就是甲你的真面目，那刘正宏安尼，互全台湾的老百姓知影，这是我定义的成功。是。这间厝保会掉，保袂掉，重要搁重要。毋过这毋是我定义的成功。所以我的定义的成功跟他定义的成功是不一样的。那我这样子讲之后，老陈呢，莫名拿假的迄个嘞吼。就是很糟糕的脸色啦。后来他也没讲什么，他就离开了。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做很多事情的价值，并不是这个社会所决定的。我们如果太在乎这个社会的价值判断，是老实讲，我们不用活了啦。每天都要猜别人怎么样判断我们就好了嘛。
啊，我这个人是特别人，我知道，我就说我有那个自信，我知道我的价值，我要对得起我的良心，然后我知道我做事情的价值在哪里。那所以这个成功不成功，我来定义，我不需要你来帮我定义。好，那如果这个成功的定义是你自己定义，老实讲，你就变成天下无敌了，不是吗？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庄子所讲的那个神人无功的这句话的道理。那我就想通了之后，哇，很多人当然没有听过我讲这一段音乐嘛，但是很多人就觉得，哎，我怎么在街头上面，从容自在，然后呢，头脑还继续那么清楚，而且有时候还谈笑风生，然后就是完全不像一个被迫害的一个家庭的一个人，然后也不像一般的抗争者，因为我觉得我，某种程度我超脱了那个他们这个政府希望设定给这些被害者、抗争者的形象或角色嘛，我超越了。然后最近这几年我是研究墨家的东西，那我觉得我得到很好的体悟了哈。我举个例子，其实这不只是我可以用得上，每一个公民都可以用得上。是，好，就是说，因为墨子是一个科学家嘛，工程师。那工程师我们刚才讲说，他要改变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我们要看透它、看清楚它。那科学家怎么去看清楚、看透一个世界呢？我们会做一些量测嘛，比如说我们有尺嘛，对不对？然后有圆规，有怎么样的东西？那这些东西是绝对客观的，对不对？你不会因为说你今天在跟民进党的人讨论，在民进党党部这1公尺是这么长，但国民党党部1公尺变成那么短，不会这样子嘛，也不会因为你的族群，你是本省人、外省人，或者是你是统或独而有任何的改变嘛。所以我们判断事情应该要有一把尺。对，好，那这把尺不管是用在国民党做的事情、民进党做的事情，其实同样都用这把尺去度量它，然后我们才能够看得清楚这个世界。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有陈志小教授到节目当中哦。那陈教授，你参选第5选区的立委嘛？最后几句话，给咱的市民拜票一下。拜托大家市民，就是爱想清楚吼。这票投落去，不是你讲你介意什么人，讨厌什么人尔，这票会影响你的生活，影响咱的子孙。所以想清楚你要怎么样子的一个社会，你到底要继续活在低薪高房价，然后年轻人没有希望，然后产业没有办法转型，或者你想要找一个契机来改变台湾。你如果真正觉得你想要改变台湾，你对于现在的这个政治环境，或者是你的日常生活的不满，你真的100%满意吗？你如果对他们是不满，你觉得哪个地方我们应该去改进的？你希望有一个人来协助你改变社会的话，我跟你说，台湾你可能找不到第2个好的人选了，那就是我应该来成为你们的立法委员，来监督这个政府。那最重要的，我要提醒一件事情哦，我不是在选总统哦，所以呢，不管是韩国瑜也好，蔡英文也好，或者是黄英 ，OK， 你们要选的人不是跟那个总统站在一起的立法委员，你们要选的是一个可以监督，不管是韩国瑜当选，或者是蔡英文当选，或者甚至是宋楚瑜当选，都可以有效的秉持同样一把尺去监督他们的一个民意代表。那我相信就是我了。好，感谢。好，谢谢我们台南市第5选区立委候选人陈志小教授，再次谢谢您。我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市民时间节目，大家各自到了，咱再会。